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既然经过耶和华甲因亲近，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来求告伊个，敬畏伊个，伊要成因的心所爱，也要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这是请咱起来吟圣诗67首，我心阿罗上帝。主
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生命的主宰，阮所信靠的天父上帝。当阮清早对困眠的当中清醒时，头一件事，阮要对心底献上感恩。你是固守阮有好困眠，使阮平安的天父。你无弃嫌阮属土粉的本质，甲软弱的罪性，佮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伫即个圣的安息日，阮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是阮一生中上大的祝福。这是阮也要将阮过去生活中所做见效，甲得着你的代志，摆在你的面前，祈求借着基督宝血救赎，互囝仔诚心认罪悔改的人，会当伫你丰盛的恩典中来得到赦免，重新甲天父有建立好合宜的关系，会当来领受神的国度、新约所述丰盛的恩典。今仔日是圣餐的主日，感谢主设立圣餐，互阮透过甲主同坐道，将带有罪性的旧的我来当定伫十字架顶。领受十字架顶宝血救赎的恩典，互阮伫基督的内面，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当阮日常生活当中，心神软弱的时，求主固守、扶持、坚固阮的心思意念，将凡若无合主心意甲见效的事，拢钉死伫十字架顶。阮要亲像现今的生活中，人甲手机不是拢黏斗阵一般，阮也要保持警醒，时时刻刻紧紧来跟对主的脚步。阮也要亲像烦恼手机当时着爱充电一般，时时刻刻致意追求属灵生命的更新。阮要挖靠基督各我的能力来抵挡一切罪恶的试探，因为基督住伫阮内面，阮就无搁再孤单。伊是阮生命的本源、力量，甲永生的盼望。天父上帝，这是阮也要同心向你来祈求，求你按照着你的旨意，将丰盛的恩典灌压伫阮圣灵教会，甲所有的肢体当中，特别伫教会所参与的社会事工的顶头，无论是伫安养中心，也是新增的福利基金会，也是盲人的基金会，也是幼稚园，这等等的这社会事工顶头，拢会当有主你美好的旨意来甲阮指示，互阮伫教会的本来的大目的是宣教做主体，伫即个两方面的当中，拢会当来取得平衡，来共同来发展，形成一人。阮的兄弟当中，身体欠安的，求你的医治；心情软弱的，恳求你的扶持。伫工作上、学业上，若拄着困难的，求主坚固信心，替因来开路。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要用主祷文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成，你的亲像天，阮的日时
这是请咱做伙来启用上帝话，伫启应文第10篇，圣诗的后面第14页，诗篇40篇。我捌吞忍听候耶和华，伊对通行的陷阱，对土马中扛我起来。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一个人要看见来敬畏。独独我靠耶和华，以及偏往虚假的人。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袂对你排列。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迄时我讲，你看，我来了。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这是请咱起来吟圣诗2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请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
我信上帝，全能的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日玛利亚出世，被本约彼拉多人来受苦，变死个，死埋葬无孕妇，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阿是全能的爸，上帝大殿，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得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圣歌队要来赞美，因要吟的诗歌是“我主得叫讲”。恁囝仔着我担的，叫一我要互恁安歇。我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胆来对我学，就恁的信心会得到安歇。耶稣甲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 我
我就是光来入世间，互见若信我的人无徛去伫红。这时，请咱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现代中文译本267页，台语汉译本是第197页。哥林多前书13章5节。无行见效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记得人的歹。搁一位圣经新约以弗所书4章23节到24节，现代中文译本299页，台语汉译本221页。搁恁心神换新，像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甲性来创造的。圣经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是信息爱的真谛系列第7讲，爱是无做见效的事，请咱蔡牧师来宣讲，请咱自行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今早起要分享的题目是“听是无做见效的事”。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搁一遍自集伫圣殿来亲近你。主，阮知每一遍亲近你的时，你就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调整阮。所以，阮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有智慧，会通明白你的话，也有信心、有听心，将你的话实践伫阮的生命中间，来荣耀你，也互阮甲阮接触的人拢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免。今日咱要来看，听是无做见效的事。咱首先来看，啥货叫做见效的事？见效的事，即字希腊文只有一字，叫做 asquemoneo。即个字，咱若分析即个字，伊是两个字斗做伙。第一个字就是就是讲无，无的意思。即个后壁即个字的形式，即 squame 即个字，就是叫做形式，就是讲款式的意思。两字来斗做伙，就是讲，当一个人失去做人的款式，这就是见效的事。伫遮咱台语甲希腊文真近。咱咧讲一个人无礼貌，做一寡见效的代志，咱会讲你这个人遐尼歹款。咱知款就是形式，就是款式。一个人歹款，也是讲无款，意思是讲伊无毋正人啦，无做一个人应该爱有的人的款式。所以这就是叫做见效的事。咱知伫圣经中间，咱拢真清楚，就是人是上帝照伊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人甲其他的受造物无共款。人是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伫遮咧讲人有上帝的形象，毋知大家敢有理解无？有的人可能会误解讲，安尼上帝可能甲咱人相共，有两粒目睭，一个鼻仔，两只手。其实伫遮咱爱明白，上帝是灵，是神，伊毋是物质的物件，所以咱袂当用物质的物件来了解上帝。若安尼，到底
什么货是上帝的形象？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有互咱一寡提醒。伫以弗所书第4章24节安尼讲，伊讲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有真理的仁义甲圣洁。所以伫遮互咱一个提醒，就是上帝的形象是有真理的仁义甲圣洁，这是上帝的形象。但是就咱所知，就是人因为罪的缘故，受罪的影响来堕落，直到咱失去上帝创造咱人的形象，互人变做歹款，变做无款。所以无款的人、歹款的人，才会行出见效的事。所以咱今仔就是要来面对咱生命中间的这个问题。咱拄则讲这个阿斯奎摩内奥这个字哈，伊是失去形状，但是伫原文中间，伊有3种无共款的意思。咱一项一项来了解，一项一项来对付。第一个意思就是讲，叫做黑暗见效的代志。咱台湾话叫做见效代啦。所以意思就是讲，无下真理，伊袂当见光的。通常咱拢是伫暗中所做的代志，因为咱人是相当软弱的，相当软弱的。特别是伫无人的时阵，因为真侪歹代拢嘛是无人的时阵，咱想讲无人看见，咱较会做这歹的代志。咱无人的时阵，咱想讲既然无人看见，我就袂要紧。所以人就伫无人的时阵，家己一个人的时阵，会受引诱做一寡见效的代志。所以咱看见着古早人，甲咱提醒讲爱慎独啦，慎独就是讲，当你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爱真谨慎啦，因为这有可能就是犯罪的时阵。因为咱拢想讲，反正都无人看见，无人知影，做也袂要紧。但是你爱明白如果你若做这件代志，万一去互人了解，去互人知影，迄实在是真见效的代志，会造成伤害。所以咱真正爱设立这个代志。但是咱看见着，其实咱伫现代社会，较恐怖的就是讲，有真侪无合真理的代志，伫一个黑暗的世代中间会去用合理化，因为真侪人咧做，所以咱就对这个罪恶麻痹。将这无合真理的代志合理化，迄真可怕。像讲，大家人拢咧做，所以我做若袂要紧。举一个例来讲，这学生咱知影学生有时阵准备了无够要考试，拢想讲爱做饼做饼你家一个人偷偷做因为你知影讲这件代志无正确嘛，无合真理嘛，所以我拢偷偷做。但是如果一个班级所有的学生拢感觉讲，我做饼是合理的，所以大家拢做饼，一个无做饼的人，反倒当伫这组织中间去用看轻讲较有遐尼戆的人，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组织这个班级，大多数的人拢认为讲袂要紧，结果这件代志去用合理化，这是上界可怕的代志，特别是咱看见着。现代社会中间，真侪人的价值观被扭曲，将无合真理的代志当作是对的代志，惊这个代志就袂感觉有有见效的感觉，所以咱真正爱真细腻，怎去面对？咱拄则所读的圣经，互咱一个提醒，咱先来看这段经文，就是以弗所第5章第8节，讲早前恁是黑暗的，现今。伫主内底是光明的，行事做人爱亲像光明的儿女。这意思是保罗咧劝勉咱，讲未认捌主进前，咱是活踮伫黑暗中间。但是咱今仔日主内面，咱是做光明的。咱做代志、做人爱亲像光明的儿女。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迄个新的我，就是一个新的人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成做新的人，是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
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顶面。咱特别把这个圣洁做一个记号。上帝的形象是圣洁的，所以咱要脱离迄个见笑，就爱学习用圣洁光明取代黑暗见笑。这是咱第一项爱学习的，就是讲，咱爱去建立一个信念，因为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圣洁的，是光明的，所以伊无容阮咱伫暗中所做这见笑的代志。而且上帝是时刻咧监察的上帝，监察拢无人看见，但是咱爱知影上帝有看见。而且主耶稣基督也甲咱讲，所有稳重的代志，有一天拢会显露出来；所有温暖的代志，无有迄个无显露出来。有一天咱拢爱甲上帝当头对面啦，咱爱对上帝负责任。咱的心中若有上帝，咱就相信，虽然这件代志无人看见，但是上帝绝对咧监察。牧师有一个机会去瑞士，做一个短期的进修。伫遐有一寡真特别的经验，譬如讲，迄个瑞士咧坐火车，因是无人咧收票，无人伫遐咧加票，就是讲你若买票了。你就是咱直接上火车，所以无一个人伫遐咧加票，慢慢今仔咱像咱咧坐高铁、坐火车，爱刷过一个门，因无安尼，你就是买票了，你就当上车，无买票安那，嘛会当上车，但是上车的时阵，你会看到一个标志，就是讲你去遐即个是用画的哦，我头去有看这个，我看毋捌我就问我迄瑞士的朋友讲，这是啥物货？伊讲迄是食目睭咧看你，看你敢有买票无？我讲你嘛免讲迄个笑话，互我笑。即条目睭是要看我有买票啊，无买票。你若讲用一个啥物监视器监视器，可能会当翕我的情形。用画够可能。我来讲几来遍，我讲恁这瑞士人有够戆的，看我做即个画即个图。到尾我即个朋友拢问我一个问题，讲你敢有相信上帝？我讲拜托，我是牧师呢，你问我讲我敢有相信上帝无？伊讲你既然你若相信有上帝，你较会无相信上帝咧看你敢有买票无？当然我拢会买票，因为迄下面有写一段，你讲你若无买票去用查着，爱罚80块罚人。但是其实我的经验是，像阮咧坐迄个西站真正足少人咧查票的。但是看你的良心嘛，你也知影，虽然别人无人知影讲你到底敢有买票，但是你知影，上帝嘛知影。所以咱看见着，其实我的了解，瑞士人一定会买票，无一个无买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心中够有上帝。所以，对这个故事中间，咱知影，上帝是时刻咧监察咱的上帝，是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上帝是光明圣洁的上帝，而且时刻咧监察咱的上帝。咱爱特别说你，毋通因为咱所做见笑的代志得罪上帝。这个字的第二个意思叫做无守法。邪恶的代志，因为咱也知真正有听的人是拒绝做违法邪恶的代志。耶稣捌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咱今仔日会当做一个验证。耶稣讲，因为不法的代志，无守法度的代志，渐渐增加，所以真侪人的听心，较渐渐冷淡。这耶稣咧讲无守法的代志增加，这是甲听心会影响着听心，这两项代志是有关系。无守法的代志增加，人的听心就渐渐冷淡。举一个例来讲，咱知影即马社会真侪骗子对无？咱世界真正足有可能去拄着骗子。我相信在座所有的人，咱拢捌，应该大多数拢，你若有手机拢捌接过手机的诈骗，我就接过几啊遍。所以
因为咱这社会不法的代志愈来愈增加，所以有真侪人吼，要付出疼心的时阵，伊会考虑讲啊，这个人敢毋是要骗我？因为有时咱看到真侪啊，真互人同情、真可怜的代志，咱想要付出咱的疼心，但是咱发觉讲，哇，这世间骗人的太济，这个人毋知敢会真正骗我。啊，所以因为安尼，所以真侪人的疼心就渐渐冷淡嘛。我搁举一个来讲，我细汉的时阵吼，我细汉是差不多40当前啦吼。我迄阵拢听人讲，咱台湾是全世界上界有人情味的所在，所以若任何人拄着困难，咱拢台湾人拢会去人帮忙。细汉的时阵确实是安尼，我会当感受到。但是渐渐大汉，我讲台湾的社会咧变呢。我有一遍，我迄阵伫台电中心服侍，我骑机车载一个同工，要去台南有一间学校叫做嘉南药理学院，吼，迄阵叫做嘉南药专，爱经过迄个对市区行省公路，吼，去到迄个李站行的所在啦，台南有一个叫李站行的所在，行到差不多今仔日的迄个基美博物馆头前遐，我远远就看到。头前涂骹倒一个，边仔开一个，吼，徛较近看有2台车相撞，吼，我就问迄个区的迄个先生，伊讲，迄个倒伫涂骹迄个吼，骑车骑真紧，对后壁来弄的，弄了伊就倒伫遐，我过去来看吼，伊还有咧呼吸吼，呼吸足大声啦吼，但是人都无清醒，来叫都叫袂起来吼。我咧鼻身躯敢有足重的酒味啦吼。我迄个时阵就叫我迄同工吼，骑我的奥多摆去附近有一个所在，警察局去报案吼。因为迄阵嘛无啥物手机吼。结果我就伫路边伫遐砸车吼，看到有人会当赶紧把即个人送去病院呗。伫迄要省公路，迄其实车足济啦，吼，来往的车足济。大家看到路边有代志，拢会减慢速度落来，但是看到遐倒一个人吼，大家拢赶紧走吼。伊砸几波，砸到尾仔有一对老夫妇，驶一只货车停落来，就问我发生啥物代志。我讲即2个人发生车祸吼，看讲你敢咱赶紧来即个分去即个吼送去病院。伊讲，伊考虑者讲会使，但是吼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爱陪伊去啦，吼。伊讲吼，万一即个人若无醒起来吼，伊的家属若吼，母老我讲这是我弄的，伊就麻烦啦吼。我想想嘛有道理啦，因为咱社会就拄着遮尔济代志吼，所以我常常咧想讲吼，我们是帮助人是一件正确的代志，但是因为不法的代志渐渐加起来，咱要做一个正确的代志的时阵，咱有时爱考虑东考虑西，互迄个疼心冷淡落去。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不法的社会的代志哪济，咱的社会哪混乱。今日咱的台湾就是陷入即款的危机，真侪人将即种违规犯法的代志看作是平常嘛。有的人为着要加趁一寡钱，利用各种手段制作恶心的用品。咱看，咱时常电视新闻看到，较知影讲我用这恶心的用品用真久的时间。所以有时阵咱要去市面上买一项物件，都毋知讲咱到底敢有考到会去买到恶心的用品。有人为着要趁钱，偷挖这沙石，就讲山顶滥垦滥发，有的企业家掏空银行公司，看到诈骗集团遐尼济不断咧欺诈的行为出现。即款的情形，就互咱的国家衰落，互咱的国家衰落。要怎做改变？拄则所读的经文，互咱一个提醒。伊讲，即个新的我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咱来注意这真理啊！上帝形象是真理，咱来用遵守真理，自律守法来取代不法甲邪恶。咱知影有听的人伊袂做遐犯法邪恶的代志，伊明白上帝监察一切，所以咱毋通随趁即个世间的规律，咱爱自律守法。有人讲咱台湾的即个
青红灯吼是参考用的吼，红灯袂当行，青灯爱特别注意行吼。我对台南起来吼，我拢感觉，我迄阵拢感觉讲对台北的印象是讲台北的知识分子较济吼，大家拢应该较遵守规矩吼。来遮伫要一冬啊吼，我感觉甲台南有差不多啦。吼，前几工我要对美术馆吼过迄个车路，过迄锦州街吼，对美术馆迄边爱过来。阮头前有一个迄个车路嘛吼，有画斑马线吼。照你讲吼，譬如讲我拄则讲过瑞士的迄个情形吼。你若瑞士其实吼，瑞士伊其实出少青红灯吼，特别庄脚的所在。但是伊有迄个斑马线吼，你若行过吼，我的经验是，人咧开车远看到有人咧行吼，因绝对是减慢速度，然后停伫迄个路口的所在，互你行过。我伫遐4个外位吼，拢拄着情形拢是安尼吼。叫前几工要对迄个所在行过来吼，行过来吼，结果有一只奥多摆吼，骑真紧吼，强强要弄着吼。伊无了弄着，但是伊搁停咧吼，甲我骂吼，讲我咧行路拢无咧看路啦。我来讲，我行斑马线的吼，伊嘛足生气，伊感觉讲改成。一定爱行的人，一定爱让即个骑车的人吼。所以吼，我常常咧想讲吼，咱台湾即款的遵守律法的代志，的确爱特别注意吼。我要看一个真趣味的一个调查吼，这是2001年吼美国的读者文摘，吼，这个杂志伊捌做一个真有意思的试验吼。试验是要试验讲有30几个国家的，爱讲地区吼。伊民众的诚实的程度吼，伊试验的方法就是，伊将即个譬如讲要试验即个国家，伊就是即个国家无共款的所在吼，故意等10个钱包吼，皮袋啊，内底底差不多50块美金吼的钱吼，然后顶面有写即个放去即个皮包的联络方式吼，捡到的人，伊其实有机会会当将即个皮包还互。即个人吼，结果吼，伊做30几个国家，发现上界诚实的5个国家，是挪威、丹麦、新加坡、纽西兰甲芬兰。其中挪威甲丹麦的钱包的归还率吼，到100%，就是讲大家捡到的，拢会摕去还。我相信吼，那咱双年教会应该捡到，拢会摕去还啦吼。但是一般人我就毋知啊。所以咱看见着吼，其实我拄则念的遐国家，咱感觉上总是较进步的国家吼。咱真正爱来反省吼，咱的台湾，即几冬来一直咧强调咧拼经济，拼甲好亲像台湾真善的款，拼甲台湾人为着钱，甚至会当出卖家己的灵魂。咱会记住耶稣讲，人若趁全世界，赔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会当摕啥物来换性命？其实咱来明白，有比钱较重要的代志，特别是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所以圣经互咱的提醒，咱毋通袂记钱。这个字的最后一个意思，就是叫做粗鲁失礼的代志，就是无礼貌的代志。现在中文译本来翻译做鲁莽，新译本翻译做失礼。实际上，这代志可能有一寡代志可能甲做无关系，但是做的时阵吼，有时咱做的这个做无合意的代志，讲无合意的话，会互人感觉歹势，还是讲咱家己会感觉见笑。圣经内讲，咱毋通做这个代志，要安怎来面对？就是咱爱用礼貌、尊重来取代粗鲁失礼。细汉我咧读册的时阵，老师拢安讲，台湾是礼仪之邦，是上界有礼数的。但是大汉了后，发觉讲台湾的社会，较像无亲像安尼，特别是即马现代人较像比较无礼貌常常伫电视也是讲媒体看到真侪人伫路面，因为小可代志就冤家
大家拢看家己的利益，无去看去别人，无去尊重别人。我过去捌看过一个作家，伊咧讲台湾人，讲台湾人有3项：对人无尊重，对代志无关心，对物件无珍惜。所以咱爱去改变，就是咱爱去用礼貌、尊重来取代粗鲁、失礼。拄则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对咱讲，即个新的我是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咱爱伫正义顶面来学习，就是用正当合宜来取代粗鲁、失礼的代志。啥物叫做正当合宜？就是用礼貌、尊重去尊重别人，用礼貌去三款待。尊重就是咱要做一件代志进前，咱先徛伫别人的立场想这个代志，用和善的态度来款待人。咱要做这件代志进前，先思考讲，我安尼做，敢会影响到别人？如果若会，咱就毋通去做。这是生活中间有太侪的爱调整。但总是牧师甲大家分享几项，咱伫礼拜中间爱做，毋通做一寡失礼的代志。第一项就是礼拜时阵，咱关手机，咱将咱的手机关起来，因为礼拜是要来敬拜上帝，是要来朝见上帝。咱简单去参加一个真重要的约会，真重要的组织，咱拢知影讲爱尊重，即个迄个主持即个会议的人。比如讲，咱去听音乐会，咱知影要尊重迄个音乐家，所以咱会将咱的手机关起来。咱今仔是来教会敬拜上帝，这礼拜是比音乐会超过1万倍的重要，所以咱的手机关起来，莫去影响到别人。第2项，礼拜时咱入来的时阵，虽然咱看到一个真好的朋友，但是咱毋通向讲要甲大家开讲，要开讲，咱礼拜煞了才去分享。礼拜前，咱先安静心，因为咱是来朝见上帝。第3项，礼拜要结束的时阵，牧师会讲，密道对无？密道下温，将受差遣。迄个时阵是你要领受上帝差遣的时刻，所以你来安静心落来。除非讲咱有需要爱去洗手，还是爱先离开，袂要紧，你就是慢慢离开，莫去影响到别人。其他的人，咱若时间上会使，咱就伫遮安静咱的心，一直到迄个照觉是咧帮助咱，甲上帝搁一遍亲近，然后做决志。这做这代志，你若无做这代志，就是做失礼、粗鲁、失礼的代志。咱用咱的表现，表示咱对上帝的尊重，毋通粗鲁、失礼。所以咱今仔有3项功课。第1项功课就是用圣洁光明取代黑暗见笑。第2就是用自律守法来取代不法邪恶。第3项就是用礼貌尊重来取代粗鲁失礼。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弟弟，互阮无惊见笑的事，就是帮助阮真正清楚你的心意，了解你是时常甲阮同在，监察阮的上帝。求主帮助阮，将你的圣洁放伫阮的心中，将真理放伫阮的心中，将正义放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活出你创造阮的款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真感谢咱的主任牧师带予咱的一寡细节、生活细节中间的即个教导。即时，请咱起立来做伙来念圣诗219首。主，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准备心来领受圣餐。请起立做伙来念。
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领受过圣灵洗礼甲坚信礼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囝仔着无担重担，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也讲：咬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常甲大家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伫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作下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囡仔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个再来。亲爱的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提饼来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三甲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来救赎阮。所以这个时刻，阮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司。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找见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透过接受这个，对神有分伫你的身躯甲宝血，也对着你恩典的帮赞，互阮请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的生命不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透过阮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当咱摕着这个饼，咱伫心中默祷感谢上帝，伊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牺牲，为咱带来救赎的恩典。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今日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当咱摕到这个杯，咱伫心中热祷，感谢主，因为圣体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既然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笑了味，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再来。咱同心来感谢上帝。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丰盛的疼，互阮甲你同齐倒。透过圣餐，做阮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也透过甲你同齐倒，明表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做活祭，献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持续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他了后，会当用阮的性命见证来荣耀你。祈祷奉告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奉献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疼的一个回应。如果你若也未了解这个意义的人，请你勉强来奉献。这是请咱来奉献。代表教会欢迎头一届来相连做礼拜的朋友。如果你伫外面嘛无填老名的卡片，即时一位头前有迄个老名的卡片，你来填，直接交互收奉献的执事，人伫礼拜了后，伫卡面爱望的人员会当甲你进一步欢迎甲介绍相连教会的概况。天大天父，阮感谢你，你是阮生命的主宰，也是阮万福气的来源。阮即时将你享受阮的淡薄金钱，
要来奉献，互你教会做路用，求你会当欢喜感纳阮所奉献的，包括阮的才能，包括阮的时间，拢会当做主你好的采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我简单来报告几项代志吼。本主这是总会所定的社会福利时间关怀的主日，呼吁咱兄弟共同来关心总会平安基金会结合福音甲社会的相互时间，互教会正做弱势朋友的帮衬，并为因带来祝福甲丰盛的生命。迄个礼拜第二点是礼拜时间的地点调整吼，对本主日开始吼，第二场甲第五场的礼拜合并伫上午9点伫10楼的礼拜堂举行。上迄个时段，伫7楼的迄个幼儿的迄个教室有来转播10楼礼拜的实况，请咱会当留意来听。所以咱教会礼拜以后就无迄个第五场吼，第二场甲第五场，即仔就合并变做伫迄个10楼做第二场的礼拜吼，请咱兄弟留心来参加。具体关怀有咱本会会友李阳义弟兄、汪正甲秀月夫妇的后生，甲谢梦珠姐妹，伫7月7日即礼拜拜六下晡3点半伫咱本堂10楼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赐福新人甲因全家。其他的团契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这时，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位敬拜兄弟姊妹，遮有一个黄泽瑞先生夫妇，已经先离去。伫后壁哈，伫后壁哈。阁有一位是简生峰先生，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位礼拜牧师无介绍到。欢迎遮贵宾，等下当去甲咱的贵宾席请咱四周围的人会当来引带到贵宾席，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咱即个时阵也要来进行即个。咱儿童宣教营，遮咱的囡仔甲咱的同工，因过来即个礼拜要去到宜兰东山的所在去宣教，会先去做训练了，才去做宣教虽然特别要来替因祈祷求上帝亲自来因差遣咱先向牧师先向牧师先转向牧师等下较介绍恁咱同心来替因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亲自呼召阮参与伫你的事工，透过无共款的机会，阮会当见证对你遐来的疼痛，
阮将伫你面前，这老师甲同学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使用因，亲自装备因，互因有见证宣教的能力，也亲自差派因去到需要的所在，为你做见证，带互真侪人祝福。愿恳求主你亲自甲因相合伫地，互因伫无论伫装备也是宣教过程中间，拢充满信心、疼心甲快乐。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好，咱向后转吼，咱大家来拍谱啊鼓励吼，愿上帝亲自祝福、保守、看顾。因过来，即个礼拜去甲淡江的所在做一个训练，了后要去宜兰东山做宣教营，吼，感谢。请咱做伙起立来吟祝福的诗，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